他妈干嘛呢？你他妈干嘛呢？他他妈喝多了。喝多了关你屁事儿！捡尸的吗你？变态！没事了，这一切都是你过去的幻想，过去的阴影。打破它，一切的幻觉都会烟消云散。美女，晚上好。打算哪住啊？去！我靠！你他妈干嘛呢？你他妈干嘛呢？他他妈喝多了。喝多了关你屁事儿！捡尸的吗你？变态！我去你大爷的！走吧，走！再打死你！别打！岳哥，你行，都别打了啊！都别打！吵什么吵啊？都他妈给我坐起来！没先打人的！谁他妈打人的？谁他妈打人？谁他妈是打人？打人！不好意思，非常抱歉。没事吧？今儿算弟弟了，好不好？你呢？认识吗？啊？知道这谁地儿吗？玉哥，你逗谁呢？一帮小屁孩，包长齐了没？撒什么火？搁这儿？哥哥，抱歉，对不起啊。经理，不好意思，你看，您当然不止找人过，都一帮学生嘛。一帮孩子毛都没整齐，出来撒什么火？算了，喝多了，小孩嘛，都一帮小孩，别跟我们计较了。都看清楚了，玉哥，好不好？玉哥，认识了？对不起。下不为例。喂，说吧，姓名、年龄、职业。不知道。问你话了，配合点。哎，不是我说，你们问他去，干嘛问我呀？他们先动的手。我们都会调查的，让你先说你就先说好吗？哎，我说你们怎么回事？能不能配合点，这同志？哎，别，怎么回事啊？不是你干嘛的？不要妨碍我们执法好吗？啊，这是我妹妹。嗨，那个，咱们是一系统啊，市局刑侦队太尉。排队，误会。没，怎么称呼兄弟？小刘。哎，行，这样，哎，情况是这样的，啊对方报的警，这姑娘用酒瓶子把人头给开了，开瓢了。不是大瓢，但是哗哗流血。
你现在厉害了是吧？他们先动的手，要拉走我同学。你看看你现在你这个样子，要不这样吧，赔点钱吧，不让他们再闹了。哎，你报警啊！医药费我不要了，我一会儿自个儿去医院。啊，那孩子一会儿我给他赔点医药费。哎呀，大哥，你老瞅着我刚才你说话呀，这我心里慌啊！你，要不我撤案行不行？大哥，我撤案，报啊！警报的好，小刘，该怎么办怎么办啊？把闹事儿的，他们都带走，辛苦啊！报的好，兄弟。你是不是有病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是不是有病？你说你是不是有病？你是不是有病啊你？04年，在天阳小区大排档附近，发生了一起斗殴杀人。受害人因为是脑出血，被送到医院，没有多久，心电图就变成了一道直线。不到1天，我们就在隔壁的天林市抓到了这个凶手。当时我一看这凶手，我都惊了。是一个20多岁的小姑娘，年轻漂亮。被我们带回来的这一路上，一直在哭哭啼啼。后来做笔录的时候，她说了一句话，让我到今天都记忆犹新。真的，她说当时我就是生气，我就这么随便给了她一下子。哎，就是随便那么一下，把她整个后半辈子都搭进去了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你善良，你仗义，尤其是对你那些朋友。但有句话你听过吗？啊，越是重要的东西，越是要远离。干嘛？前面停车。